我第實 live 點我條 copy 隻 link 嘅 update 下浪啫。OK。未記後尾未記話識翻，邊啲學見少聽。另外一個話題另外一個話題因為我咪講個物件咧，當今榴蓮當 start 啊嘛，當今是嗰個我冇明白榴蓮當是幾時 start 起下請妹啫，是咪講6月？6月咯。我嘅 Kevin 是在，我嘅 Kevin 是Clubhouse 入邊攞聽到之前愛水嘅著晒哦，愛水講就榴蓮 OK， 愛水著晒了個湖，隻湖嘅半減啲。distracted แล้วก็ไปสักกองก็ใบเชงก็ปอยาเล่งกับบอลลูนเดชาบีหุนชาหน่อว่าก็มีอ่ะชาห่อแฮชาห่อแฮแล้วก็กลับyou hang out Google me 我同你講，我嗱我試下就一年嘅講了嘅話，我直拖 Google Meet 會人就是阿森拉沙可能 ，Hello， 然後個有人嘅Uncle Percik 是到嘅可能，我就是咧俾 Uncle Percik 啊。แล้วก็ซาโลมิ是撞嘅，係ซาโลมิ是滑的士嘅，葡萄鏡，可能葡萄鏡。Hello， 大家好。葡萄鏡你少食榴蓮咯？有啊。榴蓮檔是幾時 start 嘅咯？幾月？馬路對面通天有啊，特別伊檔咧大幫嘅時是幾月？5月啊，是6月？5月開花。哦，5月開花。4月幾度開花咩？對唔對？4月開花，4月尾。哦，4月尾開花，所以5月就攤隻榴蓮啦。誒，冇啦，乜嚟快？對，5月1月節入邊。1月節你識嘅啊 ，from 開花就 get go 了呀。伊唔是嗰粒上節開嘅嘛，有你較早開嘅嘛，較早收成咯。對。哦。4月實際淡薄實有咯。你唔是成日講，你人講成日榴蓮檔嘅咧，榴蓮頭冇咩好食嘅喎。一對 pick 嘅時好食咯 ，pick 嘅時個好食咯。地 dry 點先6個月7個月啊！地製榴蓮就是係誒，所以嚇榴蓮好食是你伊會 dry 嘅時候，咱無落雨嘅時候。個蔗咧嚇 ，OK 啦，即係冇是 about 仔花嘅。個 dry 咧，伊會fruit 加食。哦，較巴水 sugar 加巴。哦 ，I see， 伊會味素會較厚較結。對，because 伊袂使上濟水，哦，成個伊上濟 water content 咧是變做清氣，無味。哦，所以榴蓮棒是只 dry 是啦，榴蓮檔是對，所以你嚟講我昨天有去即個咩節嘛，我去普羅嘅榴蓮會節。所以你是自家食，你去普羅那邊是自家食本地咧山榴蓮啊？我自家食檳榔嘅榴蓮。哦，哇！檳榔嘅榴蓮，你是正嘅檳榔嘅榴蓮，山榴蓮。我自家食老潮榴蓮。哦，太脆咯你40年、50年嘅榴蓮。哦，你不是成個人啉酒嘅啦，嗱，要食 vintage 嘅茶，你要食 vintage 榴蓮。你食榴蓮啊？แล้วว่าจะ榴蓮嚟講我，佢老細啦，我有個單。誒，隻榴蓮係杯咩？貴子？sugar level 低啊！哦 ，glucose 嘛。哦，榴蓮只 high calorie 是 from sugar， 唔是 cream。sugar 係杯。伊 carb 滿只濟。哦，誒，但係做伊 creamy 嘅咧，伊 creamy 是蝦米嚟？伊
伊 creamy 唔是 fat 嚇，伊 creamy 是 carb 嚟嚇。嚇，意思是係 carb 嚟。哦，伊是 starch 嚟啦，actually 是 high glycemic index。 high glycemic index。哦 high glycemic， 所以做你 blood sugar。GI key spike。哦 ，OK。แล้ว我做你咪 control。我個袂使，我是講大啲食你無好料嚟講，我食無得嘛，所以只係講你食好料。食好料人 ，OK。你咪料你不多位。咪了個打。哇！間對學掉啦，茶葉對學掉啦。今年係我對白勁啊！今年我榴蓮會喺會主教講呢，今年榴蓮呢一個快食，你講就幾年正食，今年是23年，無論講嘅你講嘅是無能明年還是過年後，等聽唔知嘛？即是23年榴蓮。因為咱其實小做啦，一幫小做嚟講，伊生一個快，伊兩個快，一快講。但我唔要伊，可能伊想要幫助先。較快食嘅呢度較快咯，譬如講，你是講伊較快食，無水嘅時，所以較快食，較快把水，較快落啊，對，哦，較快落落嚟，對。榴蓮是唔是家己家撈嘅？榴蓮袂使bán嘅對唔對？會使榴蓮攞咗，咱本地時可以食一個落嚟，講都對太改，因為就潮整加落嚟。哦 ，OK， 啊，改掉落嚟。特別你講嘅時就要家己家撈啦。對，所以譬如講我家隻硬係呢，就等。這裡會啦，這裡會就等年是差唔多6個月養係個嚟。嚇！你特別講，誒，馬路有了養係實。哦，渣。講成我一幫渣。哦，曱甴講曱甴料都有。哦，個曱甴料咯。哦。伊未6個月咯，係伊未到7個月咯，佢6個月中伊就料。哦，所以我等聽到，後尾去食咯，等於6個月是，安尼咱幫者，譬如是6個月，6個月中啊。แล้วว่ากูนี้ว่าชวนมอตัวเล้งมอตัวเล้งที่เจ้า咯มอตัวเล้งก็อีชูหลัง咯อีบออีแก้วฮะอีชูกินชูหลังก็ได้เสียใจอยู่แล้วน่ะเดียวsoอีแก้วกินนี่รีมายเยอะอีกคนจวนเลยอีกคนเมียหาสู้ๆหาชวนกินอยู่แล้วกินนี่ร่างคิวอ่ะอีตัวรีมายเยอะอีเกี่ยวกับเจียวไซอ่ะเกี่ยวกับเจียวไซสู้ๆอีเกี่ยวกับเมียอีเกี่ยวกับเจฟฟรีย์สู้ๆอ๋อ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อขี้มวยแล้วso วางจะเลย6個月頭我咪去食榴蓮เนี่ยอ๋อเราไม่ใช่ตั้งเจ้ากูอ่ะถ้า6個月頭都ไม่กินแล้วรู้สิจีตั้งจะกุยดาวโนดาวโอ้จีตั้งจะโนดาวเนี่ยโอ้โอเค因為แล้ว按照โอเคล้างมือจะได้จะสุขจะ榴蓮嘅人差別好大佢係講者按照本老潮嘅老長嘅先長，榴蓮末。你是到底榴蓮呢？榴蓮呢？老長嘅榴蓮，榴蓮嘅潮嘅。對，老長嘅對 fruit 所是潮，是嚼嘅。你是講回嚼啊？唔是啦，一白啊？啊咧，一白啦。一包啦，一把包。你 QQ 像個人嚟面啊呢？嚼啦，意思成個無sunscreen 呢係一種嘅。唔是佢潑嚟。哦，意思啊，意思講伊個白會包零零嘅呢，嚼無硬啪啪嘅碰碰嘅。是依家一打打就無。一淡薄大嘅感覺啦，但係是大是嚼咯，是嚼。啊，講嚼嘅，像個老嘅人嚟變滿橋嘅。特別我未知嗬，就使你小隻，你見隻第一件隻誒螃蟹第整係咪？紅蝦。鵝翅本是邊樣嘅榴蓮嚟啊？鵝翅對邊樣老長嘅好食嚟就，有。你講下味素，你就講營養嘅味素就講仔。我就幾貴啊，比貓山王貴。嚇？咩？鵝翅幾貴啊 ？Because 一招有嘅時候。對。然後一般大粒嘅鵝翅就好食。比貓山王較貴。你講我聽伊鵝翅味素是安怎？我唔知我不只貴，我唔知。其實我未學講研究榴蓮。我冇講真正燒啦。啊，伊味素是安怎？伊配教啊多啊先啫。
講你隔一個貓山王嚟邊嚟講啦，貓山王可能較好食過伊咧啫。你咁隔個貓山王，貓山王該會食。一隻吧，係貓山王。對，然後比我試嗬，伊個 flavour 是有 layer 嘅 flavour 啫。我講 complex 伊 flavour 嚇。Yes，對，然後伊來講，伊唔是伊個淡薄可憐。可憐哦，可憐我冇食隻可憐嚇。然後，你講你食咧貓山王嗰隻伊啦，你就食貓山王先，食啦嗰隻。哦，冇一部比較。你貓山王佢就冇好了佢，對，伊當啦，must be，對，伊個當對。係咪你是講貓山王 ？After 食了這鵝翅王，你貓山王冇比起嚟講。對。哦，我想你講伊無呢啲，所以就會食伊迄個鵝翅。你哋食貓山王先嘅食鵝翅，因為你迄個較好了，你幫袂食。伊個味素，所以伊個味素是你看，了伊個特別無管食甜，對，食香，食搞好。大核咯，食大核咯。哦，大核所以爆濟啦。一粒胖沙一粒咪你食，一胖沙。伊個無只細粒係榴蓮。冇啊，一堆攞起較好食多粒嘅，伊細粒個冇好食嘅喎。哦，食多粒一核呢？我一隻核呢。哦，哇！你伊一胖沙一核，就咪是一粒紙呢？一粒紙。伊了食一百啦。對。哦，我唔知講，我想講刷榴蓮嗰了是無白誒，這是鵝翅。對，佢了出名啦，就一百誒，食個 OK 了。對面是刷榴蓮嘅咯，即係有漂嘅，有漂嘅榴蓮，檳榔榴蓮。genetic engineer 出來嘅。哦，嚇 GMO 喎。嗱，伊 breeding 啦 ，selective breeding。 It's cross breeding。cross breeding。sorry 講。然後 OK。แล้ว檳榔有一個榴蓮會真正出名，因為呢個伊是1990年91年 start， 伊就是用曬，แล้วบรรลุ今年應該就一個有 certification 啊。對，แล้ว我食這間呢是加這間是上嘅，伊是伊嘅，แล้ว伊唔是用 organic 嘅嘅證，特別冇 certification 啊，所以個偏薄咯。哦。係咪蘇蘭俾隻流長嘅榴蓮？流長榴蓮一個大長，然後伊見生加一隻菌啦，加濺落去，所以嗰啲 nutrients 啦 from the soil，from the soil 伊會入個濟咯，你見個濟嘛？所以掃掉隻濟你好物件咯，對，所以就是安尼款，所以了伊個英國經嘅你知道？哦，翅伊個翅是唔是愛？伊個貼邊度冇愛？伊貼是得。伊第一杯卡出，伊是尖嘅，你是尖。有尖刺是黑色嘅啦，我係卡住坑嘅。唔會，唔是我卡住卡上網。哦，即係 star 是貓山王。我唔知貓山王是唔是 Malaysia 嘅 breed 嚟？貓山。哦，你人聽人講係咪貓山王佢世界，嗰時就是人嘅 original 嘅 Malaysia 嘅。冇，伊是 originally from 在格蘭丹嚟，咧叫古熱嘅，因為伊食很食嘛。對，แล้ว古早唔是古熱嘅章啊，是古熱嘅榴蓮章。古熱嘅章。哦。呢啲人叫古熱，你榴蓮古熱嘅榴蓮。แล้ว但係貓山王是個檳榔嘅啦，檳榔 start 嘅。冇八行เรา真出名。เราก็แล้ว轉在貓山王。但係八行嘅 theory ไป聽八行嘅 theory。嚇，係咪八行？差別香港八行。對我嚟講，貓山王就是第一隻，就是出啲八行肉啲定係。對，繞嚟。我哋講八行嗰時格蘭丹，你是參做古年嘅 breed start 嚟，兩樣對嚟參哦，所以在到啲八行嘅在都啊不鵝翅，你把你過咯。係講自己思所講嘅。鵝翅加貓山王。貓山王是鄧人名，人叫咩？冇生經哦，冇生經咯，係嘛？冇生咁。冇生昂啊！然後講冇生昂嘅咩？冇生昂。冇生經嘅是貓山王嚟，我冇聽到人講冇生經嘅，冇生經，冇生王，冇生昂，你啊 ，OK， 所以鵝翅第股嘅 breed 是係咪？第渣嘅啥？我哋有 branded 啦。是係咪整？
有你講唔知咩個93字，唔是93字。係你話食嘅啫。 B24 啦，有辣康士啦，有夜更啦，有群寶硬白啦，有哇，硬係。但係我都是有 G24 呢。哦 ，before 冇上網啊。對對對。冇留區嗱，你屌嗱，你是咁樣。 Actually，係咪？等陣別勸講，別勸講。嚇？就冇啊，我 just 講。誒個啲抗熱啊，特別我冇去記到一個 number 是係咪誒？所以你是講伊係 D something 講。所以成個學詞啦，馬上話啊，人家咧有 number 嘅咧就，哦，人家咧都是有 D，係咪 number record 嚟就。哦 with the Malaysian 拍正嘅字要 number。 I see，你是講，所以你是講伊大行講啦 ，D 隻 number assign to 伊嘅 breed 嘅。係，對。OK。有 register 報名咁樣。啊，未使講啦，冇講咩，未使。係咯，嗰啲樂詞嗰啲有 number 嘅，特別有 another name 就叫樂詞咯，哈 ，common name 你是實非的你發明嘅 name 啊。I see，明白。OK，等你講上快啊，就使。夜更樂詞群寶有。樂詞群寶係咩？群寶係咩？有的啊，有隻字啦。我咪就的酷就的河螺，河螺嚇，河螺我冇聽過本。是咩？是咩？嚟啊，是咩嚟啊？是咩？做硬係，係嚟啊！我當劍嚇，當劍係咩？新加坡正興一個是 Phoenix 叫係咪啊？有新加坡有嘅有邊 Phoenix 嘅。鳳凰啊！แล้วไอ้สิงคโปร์是叫 Phoenix 有啦，鳳凰 Phoenix 咯，特別好嘅我唔知叫咩咯。紅咯，紅波。到來嘅。嚇，係咪我哋 Sentosa Island 嚟？咁樣是 Malaysia 嚟嘅，咁樣是 Malaysia 嚟嘅。誒，新加坡嗰咪出一個 documentary 佢講嚇 original 新加坡榴蓮咯，佢冇出過。你講出嚟，我諗是到底Sentosa 出嚟啫，一榴蓮。OK，so 但係我講西島，唔係西島，西島灣，西島是話，我但係你講嘅係咩槍咧？但係啊，就使講我唔知咩，係咩槍？有的卡啦，硬蟹啦。南槍啊！你講，你是南西嘅，南群波，我唔係聽過群波。群波是係咩？係咩意思？偏南波啦。哦。斜配。你這種好我唔知喎。阿 Will 我都係介紹這種。榴蓮呢就。啊。แล้ว佢เอา時嗬為咗愛翕 vlog 咧嗬，特別嘅結子誒。你是冇介紹榴蓮是講？冇是完全冇知誒。哦。我是完全冇知誒。แล้ว嚇咧 ，because 伊有一個係個榴蓮嘅 buffet 度，係山頂嘅位啊，兩邊嚇對，แล้ว起啊，แล้ว就別條之後，安尼款咯，แล้ว我食咧嗬，我感覺就講係地好食。對，因為阿妹因為阿妹有特別講緊你食啊，特別。依家 creamy，你感覺依家 creamy 哦。creamy 啦，伊杯有淡薄就馬上是加 smooth 嘅，加甜，嚇對，安尼咯。所以是加鵝杯，因為阿杯只係200塊，嚇貴咯，貴咯，真係定估冇安尼。只係本地榴蓮，我買啊，舊年貴咯，真係舊年嘅。但年貴啊 ，MC 貴後梗係貴呢。但你嘅榴蓮燈嗬，我食㗎真正無類，個食㗎真貴嘅榴蓮，食榴蓮燈了，我個肥個無類嘅咯。所以我叫都真係只你叫。係咯。你做咩字？伊唔是講。我唔知嘅字有冇味道嘅字，因為或者我冇落河點聲咪誒食榴蓮咯。伊落河唔掉點聲，你都係榴蓮獨少啊。哦，所以，so 伊 before 出花，伊落河唔要緊。哦，一出花咧，因為未結果未生出嚟咯。哦，未生榴蓮，因為是起嘅起。OK。起小嘅。然後但 individually 特人小調哈，即係差別分，你自家食。
得錢兩整三整咪使。係，叫我點解伊本是可憐了 creamy 伊白紅嚇，所以叫紅蝦。伊白甲紅咁杯。誒，我上個時唔捌食過 branded 榴蓮呢，even 我食到我都唔知定。了 OK， 了講你suka 食紅蝦是 because 嚇，一甜嘅烤咧白膠。我suka 食烤。我suka 食。有啦，suka 因為紅蝦係偏過。哦，那我食紅蝦。我係鵝翅咯。你阿個kilo 40啩，未幾時？嚇，something 嘅呢？你貴啊！裝落隻榴蓮貴。我問佢嗰啲，馬上佢80塊、80塊一路。我未食那貴嘅榴蓮。你話俾你食 A K 嘛 ，John？我買食。阿寶請人食啦。我未消化。嚟食啊！呀，B G 嚟食就會啊嘛。Please 在 B G 買啲俾 business class ticket 嘅。一粒你看嘛是差唔多，像美國嘅只10幾塊美金啊。我唔係俾佢榴蓮都只俾搞菜。哇！一粒大隻超過1 kilo 嘅，所以冇可能食80塊。馬生有啦，60比80塊嗰就塊有啦。啊，講到隻鵝翅是冇可能嘅，鵝翅地鵝翅是冇可能。哦哇，鵝翅比馬生灣較貴，我想馬生灣是地貴啊。你只係俾。Oh my god！我覺得嗬，貓山灣是 marketing gimmick 嘅。對。我隻佢鵝翅啊，攞8幾塊一粒啊，冇攞個4個款嘅。喲。哦 ，because 你講伊血就是一盤沙子血嘅嘛，特別伊血大粒嘛，特別伊榴蓮包啦是大包嘅，呢是招紙啊，你知？哦，招紙我知，嚇冇血，阿咪伊血細粒，冇血咧，招紙冇，招紙面細落，伊紙細細粒呢，嗰啲白隻隻，嗰啲唔是冇血。冇血啦，冇血唔是四粒冇血，面石冇，面石是冇啫咧。四血。你是唔是參卡呢？誒，我咪諗是講招紙還是豬紙？招啊，成個招嘅招啊，特別唔知啊，攏不住啦。超紙有得時陣就講超紙。OK，so 我冇俾下。OK，嗱，馬路講第一句是鵝翅咯。第二馬上話咪講確實 commercialize， 然後係你紅蝦都講本是特別吸引嘅，特別本是貴。紅蝦90年代是貴啊貴1 kilo 都講貴1 kilo 40塊啊，40塊差唔多。40貴，OK。特別要參卡錢呢？哦，pos 啦，冇啦，Good question。呢個時間入邊，冇嗬，啲備料撚真正麻煩到就嗰條白卡㗎啦，嗰嚟前就更可悲。白起來錢你就冇上對啊啦。誒，白起來錢佢較貴啊。白色啊，較貴。哦，佢是百幾塊1 kilo，啊咩啊？啊，100幾塊，那麼有幾十塊咁喎。誒，OK，那個A 都有會，A 都是嘟安啊。誒，到幾多個我參望去食啊？就使講。我參望去係你榴蓮會食啊？冇。就使就住。我錄個插片機嘛。哦。誒，咱去幾刀啊？去哪做啊？你知唔知？一刀，我去一刀呢。哦，我參去一刀啦，我個參摩托輪。你都參摩托輪去。啊，對。誒，特別我對是無咧，嗬，我對是無榴蓮檔啊，我只少榴蓮檔對。後邊係 off 係 freezer 咯。啊免啦。會使嗎？我 OK， 所以我被制，我被try to 吹看一個差唔多嘅 fit 我 budget 嘅。maybe 紅湖。你 fit budget。紅蝦啦，即係。係咪紅湖？XO 嘛，XO 上面 XO 貴啊 ，XO 酒比較胖。我愛，我比較啉酒嘅人啊，特別我食榴蓮啊，我是食隻酒味榴蓮嘅咋，可憐酒味榴蓮我是真係食。一胖，我是啥物？我是會記榴蓮啊，是個早喺金崩，你一食到皮淡薄，แล้ว你特別伊知道了未？แล้ว你特別伊嘅榴蓮是唔是啊？什麼啥？但係伊榴蓮就胖。嚇，係你。了我後尾是貴啊，用隻榴蓮較大顆嘅啊，嗬，
夠食濟白啊，我食了我就會掉直，所以我變咗無愛食去。我食花咧山巴榴蓮條，我個會唔是山巴山頂山榴蓮，我個會食較濟。小花哦，because 是在先說甘榜榴蓮，甘榜榴蓮較濟 fiber， like 那比那只那 like 你嗒成個你 sip 你drink 嘅呢，你咋？呀，你笨只。แล้วว่ากี่ว่าเจ้าสิว่าติดว่าจีติดนั่นรู้ต่อตีอีเลยสจิอีซีเอวิจิมเสียแล้วสุดเดี๋ยวเขาอีกคนยังเขียนบอกลูกจีละเขาเซ็งจีละกุยแล้วสิลูกตัวแกลูกกี่เขาเลยเดี๋ยวบอกลูกไก่กำจะอีหุ่นนะไงอะไรกำจะหอยอีบาด出來แล้วสิลูกแกอีเลยอีบีก็สิลำบินเซลล์แอนด์เมมเบรนนั่นเนี่ยแล้วทำโปรแกรมการดิ้งตั้มโปจะ好知啊伊毋是講家庭啦，毋是講你水質，特別有寫一end寫一幕啊，呢。OK，แล้ว講到對fit 話 budget， 有時咧除了紅湖、紅蝦加我似一個咩 XO 佢哋 OK 啦 ，XO 佢哋 XO 佢哋一個唔知喎，是 between 我記起你翻到，我出冇 XO 啊。哦，但係你講 B24 啊。D24 D24 個 D24 個 D2 D24 8號啦，嗰個條。個 D101咧，D101係咩？啊，仲我係你呢個福建名嘅榴蓮，大係你和出嚟，好食和出嚟啊！因福建名。D24 是較甜，啊，我是較甜，是較 D24 了。D24 誒，都冇看到誒，好食啊！我去看，等你。這裡榴蓮啊，紅蝦哦 ，OK， 河螺，等我講河螺咯。哦，車配雞。哦，甘蔗，我是講甘蔗，OK， 甘蔗D2，甘蔗冇只好食。D2加小紅，小紅，比利係咩？特別 shape 就成個就是粒耳common，哈哈。一個阿莫榴蓮啊，11號。哦，紅蝦是11號，我冇紅蝦是頂面。哦，紅蝦 Jamie，OK。24 14號，加紅白鏡。哇，我是講伊 shape 伊像一個 pair 啊，你看。哈對，紅白鏡了這君寶紅係咩？菌寶啊！哦，是唔是菌寶？唔知君寶，當知係咩？君寶紅。應該是菌寶啦，應該是啦。菌寶啊！大媽這裡大媽這裡講講這裡鹽紅啊。頂峰，OK。5號，個大媽另外一個車皮個冇上，車皮鏡。哦，是細粒嘅。哦，是咯，咁了伊。出名哦。哦 ，OK， 即個是有。甘蔗魚夾啦，即都係使，唔是夾，即是咁樣是 specialty 嘅啦，即是。個榴蓮哇 design 啦 specialty 啦，伊是 breeding 了，伊出來就嚟整咯咧，咪 register 咯，所以有 register 了誒，就係特別無講特你是貴嘅，我就都未俾啊，哇喂！哦，所以個係咪咪個滷咧，我咁啲都是個食咩？但係你啊，我後面榴蓮我冇食啊，時間後面有嘅甘榜榴蓮冇好食啊，咁解？做乜水？後面水冇好食。我諗啲。等，有嘅甘榜榴蓮是我嘅嘛，我面是伊是家己生係咪啊？有嘅是伊嘅播紅時會講伊嘅榴蓮啊，會講啊，愛得水無咪味素，我紅時定嗰隻係 fibrous 嘅，樣冇係背。啊，對，番薯吧，對。伊是嚇定就對啦，紅時無得掉嘅。即係啊，豆嘅講。番薯吧，番薯吧，
漢字巴成個日本人玩咧。漢字巴，漢字巴，你漢字巴咯。咁難㗎。攞把刀去你榴蓮俾榴蓮字啊，去 A 度是你講。誒，我背漢字巴係榴蓮。阿 John，那個做 short video 喂。做咩？漢字巴係榴蓮啊？漢字，你出名就係漢字巴。漢字巴加不接。小嘅 ，You are my hero. You are my hero. 阿 John 啊。One thing interesting 啦，because aku講12大事啊，係是幾個嘢咋 ？Because 伊是第一隻 breed 出來呢咋。哦，是 earlier 較早嘅 special breed 啦，是講。嚇，對 ，one of the earliest one 其實係，我頂節舊年啊，舊年啊，今年啊，佢隻紅蝦有呢隻好食，你知做咩做？嚇。toffee 嘅 flavor 嚟。哦。toffee caramel 嘅 flavor。caramel，哦 ，yeah，OK。要淡薄可特別意思係隔離 burn sugar。哦 ，burn，成你叫咩嚇？burn 嚇 caramel，burn 嘅幾淡薄可以食啊。對，要 smoky 嘅 flavor profile。所以特別，本來伊是貴特別。特別冇講隻貴，OK，咪好食過買貴嘅咧。特別伊家冇人 call 咯，因為你 smoky 嘅 flavor 咧。哦 ，OK，OK。所以鵝翅是卡卡啊？邊個鵝翅 ？creamy 咧，特別要淡薄烤黏咧，要淡。呢邊特別你有 imitation 啊，成個葉票啊，就是但係味素都不行嘅。actually 紅蝦比較呢 intense，maybe 鵝翅嘅 intense flavor。OK，咯，咪是伊類 double 咯，冇 double 咯，是隻攞刀咯。咪是 intense。我哋打包。你唔掉你好食物件咯，佢食飯你唔使特別數。哦，特別你都比較脆，你都比較脆，你樣食嘢咁靚㗎啦，未 ensure quality 嘅，所以係錯。你都唔知咁靚，後面切嘢啦，後面件齋啦，你有行咗啦。一樣嘅。你想好榴蓮嗬？你好榴蓮，比如講啊，樣起事啦，比如講，就講即係長啦 ，usually 係講。樣仔你真係知嘛？即係長會生50粒呢。今年一看到嘅了，伊發出來吼，60粒、40粒，所以樣對安怎呢？是講成小時嚟講吼，伊榴蓮被 absorb 啊，對，個椒嚟講就冇好食啊嘛，所以樣會生出來細粒時，樣到你加。哦，所以樣燒掉伊個包，所以伊 control 伊50粒生出來時，伊 nutrient 加了 concentrate 到喺呢50粒嘅。Yes，你出來就好。別怪啦，你攰學人做派嘅行政。這是quality 高嘛？對，後面蘋果後面嗰啲路咪是條 brune 嚟整，但係條 brune 阿婆伊未生，唔知伊生了冇好事。意思是講你伊個只聲冇精華，冇你 richness 嗰啲嘢，係嗰啲摻嗰啲。對，後面整嗰時咧 next topic 嚟講。OK，so 個後面個，等我講未到個，你自家。你食係咪漢字啊？我是自家食D入士，也是個冇生經。哦，D入士，所以你食較甜，係嘛？我食甜，人個食大包嘅，所以食到個雞。哦，個甜嘅大包 ，OK。我在三六三是自家食雙榴蓮啊，自家食你。金鳳。到個冇即個葡萄乾咧，自家食咩？我是個隻紅蝦，然後這個菌寶啊，舊年捌出來個東西真好食。菌寶是咱咪菌頭寶嚇。我是舊年去菌寶，伊安哥介紹。哦，菌寶。好食本。這個是菌寶是叫，係咪是菌寶？我唔知 origin 這一名，我未明白菌寶係咩事。你名嘅了是你會主 breed 出來嗬，然後經紀 register 嘅林峰椒嘛有。我聽佢林峰椒，先頭我聽頭一擺我聽到林峰椒是我成個是見椒嘅 breed 嚟。因為林峰椒是成龍嘅寶，你水住佢叫到你。我知林峰椒嘅 actress 是住我知。林峰椒是成龍嘅寶係咩？係成龍嘅寶。哦，我唔知喎。
伊唔是講即係林峰家咪是打波的唱歌，伊聲滾滾的咩？成龍嘅波係。阿咪，你講嘅是最冇正啲。比較所謂個教我講，我係個教講，伊人你唔學。唔對嘅啫，唔使講對唔對啦。你講先，我唔知。我當時聽人講我講先。我別講，你講林峰教是榴蓮，你活死了咪屬於榴蓮。你當時講緊咩？我唔知。伊面是singer嚟咩？面是打波嚟嘅。唔是我打波嚟，打波嚟，打波伊是 actress 係是林峰教。是，我未記面，等我按照我隨你 Google 看。人家屬於冇一時個林青霞嘅病，上次時代出來。按照 spell 裏面，按照 spell。LIN 啊 N F FENG 你成龍咯 FUNG แล้ว QI 哦 CHIAO。哎呦，咪就係啲風啊 QIAO 啦，即哦，除掉啦 ，Joan Lin 明唔明啊 ？Joan Lin，你中嘅定頭毛嘅嚇，你這間是林峰教，唔是林青霞，這間唔是，這間是林青霞，佢伊隔壁這間林峰教哦，唔是，這間你小唔是林青霞嚟咩？啊，這間是林青霞，冇唔是喎，這是林峰教，是啊喎，等我開嚟看陣。啊！是啊，哈，林峰教，你死人，是水哦。了解一下他們 cancer， 哦 ，cancer 是伊個啥，伊個咧。係嘛，John。horoscope。啊，迄個中嘅，迄個穿白衫嘛是林峰教。死咯，冇解啊你啊，講人死啊你啊。得一個 which one？一個。啊，迄個中嘅啊，哈，這間就是林峰教啦。我未記邊咧，actually。唔是，隔壁，哦，這個。啊 ，this one，這間就是林峰教。我未記你哦。我阿 John 是不是為了拿捆啊？哦，是啊，這啊。下邊咧 I think 是這下葡萄乾啊。葡萄乾。冇啊。咩嘅？我睇到人攞唔得是我查比hun啊。Gigi。啊，冇寫。啊，是啊，伊。哦，只 can 位邊位先？唔是話？哦，唔是哦。咦，鬼困呀！我是叉龜表弟，我邊啊？我愛講唔是 what is not 是伊，是路，特別唔是路。對。係啊，是我特別唔是我。對，是路，阿邊來特別唔是路咯。哦，我OK，啷個我講只 can 是林青霞，是林峰教只 can。啊 ，this one。That is 林青霞 ，That's Bridget Lin。都係 this one 到咯。唔是，這冇聲。等陣你看差唔多出啦。到林峰教啦，一名係了。呀，人係唔對啦 ，This is Bridget。是伊來，是伊來。林青霞咧。這是林青霞嚟。唔是，這林青霞冇關係嘛？只 can 啊，啷看到小英到 YouTube，只 can 是林青霞。冇，林青霞。啊，林峰教，只 can 林峰教啊，只 can。林峰教。哦。咩都冇想緊林峰教。這是老咧林峰教啦，當然。係，因為伊你是林峰教。這條小英我會記，特別串嘅我未記，安真奇怪我會記一條小英嚟喺人面，所以伊榴蓮你頭上伊係頭面型嘅呢哦，伊林峰教。他暫時只硬嘛，咧就伊。誒，你林峰教無輸啊，成龍嘅波佢係談到無 royalty 嘅樣面。還是一膠是香蕉的膠，所以變 royalty。冇啦，一名上一名。哦，林峰膠咧，一個叫乜嚟啫？一個叫過哦，唔知。呢個嚟邊嚟嘅？我唔知講成龍啦，成龍嘅 boss 是林峰膠嚟到，我唔知。你要嚟邊嚟大哦？成龍唔是厝啊？邊嚟？是咩？成個是有。成龍我唔知嚟邊嚟大過。叮當，一股仔有來過，因為股仔在我微信就是個來賓領啊，隻行92代是來，唔隻行來 promote 燈台。
燈台超過咪嘅了。我沒有。我知咩事，我會記起一張林峰照嘅小影啊，因為我只有嘅 poster 嘅事。哦，做咩事？伊人來，伊人叫 Rasa Sayang， 我過記過。Rasa Sayang 超過啊？伊人嚟定台，แล้ว幾多 Rasa Sayang， แล้ว將這人去翕小影，你可以50塊，伊度下路翕小影。哦，白頭我對佢冇乜安呢嗬。扎上女翕小影，我過記過。我 cheap 嘅，我可能女能夠翕小影。做咩需要人名伊名？嚇，對，做咩事可以？做咩事叫伊名嚟做？哦，你是講出名是還是？伊 owner 是甲伊嚇。哦。just name me 就嚟 after 伊啊。嚇。我早先轉我喺個群我比較開個 house 啦。嚇 ，OK，個 house 是餐廳啦嚇，你。我呢邊群有上流量有我未知啊。我係阿媽唔知。你不知。很直係什麼？很直那個？很直。很直吧。還是咪你啊？還直吧。啊 ，OK。很直 ，OK。嚇OK，但我諗講啲 OK，我講到啲暑假節嘅榴蓮，佢哋就是冇講過OK， 好，即係就是個調，你冇一零個調，困嘢未？冇一零 ，calling once， calling twice，so OK 困嘢 ，slept， 未調人，買清嘅，買清個調 ，calling once，calling twice， 困嘢本，即係。別使講，你是個即係榴蓮是蝦米？我冇飛。哦，你本是蝦米？你成個包咁啲蝦米本隻？OK。你算做燒榴蓮嘅人哦？我細漢時冇燒榴蓮，嚟比較大小隻。唔是，過咗21歲。嚇？唔知咩事 hormone change 嘅係咩啦？過咗21歲。紅險？我唔係生我時嚇白驚。食榴蓮40 weeks 哦，哇！大家只香嘅，and then 我爸愛去背架去印度尼西亞去上地買對嚟。Oh my god！ 咁掉嘅，and then 我生出來咧，我細漢時咧，鼻到榴蓮咧，我走去樓頂。哦，你冇食過榴蓮鼻嘅細漢時。and then 過一日去，過一日去啊，收到你求我知講，我去買榴蓮係咪？嚇！รู้จัก榴蓮哦，哎呦，呀，你紅險你看呐？你紅險你還是有白驚哦？冇啦，我都就依去揾到成幾個都冇夠應夠應咧話背成。會白驚，我唔知嘛，我看你紅險白驚就係你當然變做小榴蓮嚟啦，當然。咁你當然大隻咁做？OK，大比較咁做好當然。又買佢哋一包嘅frozen 嘅啊，哦，你一小個300一隻，你看呐？特別 OK 哦，你 feel 到 OK 哦。Costco 有賣啊，有時看到。Costco 有賣，and then 我就冇 Costco 啦。硬係幾錢嚇？嚇，我買這是半紙嘅，是Malaysia，我是愛吹 Malaysia，唔是什地，我吹 Malaysia 嘅。什地榴蓮咩事冇好食？13塊美金。你講啦，等陣，別使講啦先，你講係咪13塊美金？13塊即係伊是 Malaysia 啦，伊是18啦，伊唔是冇生經嘅，伊是唔知咩西，係咪伊冇寫 label 嘅。伊是 package，要一個 paper packaging box 啊，內邊是 plastic packaging 嘅，是唔是？呢項，你是冇，伊是貴包是 vacuum pack plastic 嘅。vacuum pack 對。伊冇。我不成對喎，我 frozen 嘅，你16萬塊。幾塊啊？邊樣買30幾塊？美金啊？金，就當就這。我未記啊。我買是已經白出來了，知冇？冇秘紙嘅嚇。冇卡咧。嚇，我真係冇卡有秘紙嘅。對，你有卡嘅是，卡就是越南啊，是上地來，你有寫一個棒嘅呢，一隻是 net 你看這條嘅嚇。嚇，你蒙湯，你冇隻已經就水。你出水嘅了嗬 ，frozen，一兩時間嚟煮嘅有可能是。
無啦，馬來西亞出產去出口去中國嘅啊，冇是貴粒嘅，你就去香港貴粒嘅哦，變靚出來頭期。伊是 frozen 啊？frozen 香港有無 frozen 啊？你愛買我有嘅，有嘅是 24 hours 你訂啲一 ship 過direct flight ship。去 Durian Airline 呢？隻我唔知啦。D747 D747 咧，係 porcelain 嘅，係啲壺嘅，係 ice box 嘅。邊有 LA 啊？一隻水水啊，一包水水嘅，無 frozen 啊，bikin 百幾塊一磅啊。隻劍嗌買會使嘅，我會使介紹你嘅，即係你啦，我朋友介紹嘅。我咁買啊，你貴。我冇買。我知邊攞，乜隻貴？唔。Ringgit 啊，漲到冇喺河啊。很啦。你都愛知愛開。我開百嚟貴。榴蓮我冇咩搭咯 ，feel 到，人哋我只一條直嘅。乜隻貴啊嘛？你乜隻貴？佢哋只一未條直，你個只只無好嘅榴蓮咪條直嘛？唔知好榴蓮只。頂到只好嘅榴蓮啦，個條直，是我唔知啥物啊。你知啦，我朋友嘅人見小隻榴蓮咯，哇，買，唔知去到處吹下咪定，去食啦，後面我食一盒，啊好食是好食，然後佢就食，啊哇，死條直啊，是起嗬。貴住無爽啊！我變做成日無咩想食，但我食薯本嘅咯，我無食安尼食。未使食上這一擺會掉色 ，because 伊真 fibrous heavy，無一路食上濟了啊，你腹肚未消化，伊就 ferment 掉，但是你食香口嘅嗰隻，呀，發笨啦，應該是掉，像我做米飯嘅啦，是啊，榴蓮加做米可以做米飯嚇。係神蛋，上地，上地唔是有嘅啊，人上地 rice 是 durian sticky rice 咯。有啦，咱本地人都是安尼食嘛。係咯，我食家食。做成時都冇係我隻狗咬啊！你我巴你數條嚟，但係邊都有隻狗俾咬。做成時佢對，榴蓮杯，即係你講緊啦。有嘅人講係糖，講係神蛋㗎，你講。哦，老媽，冇，我就你三拜地好食榴蓮、白貝加三拜不拉真，是最好食 the best combination。所以你要榴蓮咧，貴派三拜咯嘢。你講老隻，伊人農人我會冇。三拜。哦，三拜唔是放啲榴蓮，三拜是放啲白貝。對啦，但係配榴蓮食嘛。我冇看過。係啊，你配榴蓮食，是真正好食。我同你講，是真正好食。我冇看過。food show 哦，做咩差別嘅nasi lemak with 榴蓮啊？嗱，我哋是呢是 ramen。榴蓮，我買。你小啦，小 N。但係即係是金邦人食啊嘛，嗰時榴蓮配對，我咪就係你咯，即係大媽榴蓮葡萄乾講，你只係食人仔，你只係配飯。食上時為媽有時唔知啥物事啊，笨蛋煮咗啥物啊，就是煮飯了摻榴蓮醬。所以你叫物件飯。冇叫物件摻榴蓮。哦 ，OK， 我係厝內呢，我係媽咧是係飯了熱，所以伊個飯是啊，淡薄成日掉出來，你看淡薄嚇有摻鹽水，熱鹽水。我厝內是這樣，我聽你熱氣啦，熱氣所以係。未必鹽了係熱滾水到啲飯位，了配榴蓮醬嚇咯。你人有食過燉波鴨哦？嚇唔捌喎，我食過，我愛見食，我愛食。燉波鴨是 fermented 咧榴蓮嚇。你見看下大面嘅配榴蓮不如喺時間。好食嚇，讓 describe 下意思。水 creamy，臭味淡薄咯，臭味淡薄。臭啦，伊榴蓮味啦，fermented咧有你味咯，伊純粹味就臭味啦。伊臭水嘅榴蓮啊，伊 fermented 嘅味。我就走家己做嘅，特別伊是咖喱嚟嘛？你做啊？冇咖喱是用燉波鴨做，嚇，有你咖喱是係燉波鴨，對。
所以淡薄仔成日做你講下，你會使夾嚟參，你會使夾嚟參，你上擺環照嚟做上擺淡薄仔本嚟。安怎做啊？你講下淡薄仔安怎做？你講。即係應做咧，你แตะ咧榴蓮定吧？แตะ嚇榴蓮吧，咁樣你แตะ出來，一支咁樣點掉，然後你係啲你玻璃嘅馬蘭罐，你滲淡薄鹽，攪，然後你旁邊話好 room temperature 可以 ferment，然後你 ferment 幾日子，然後你一個款咧，你係掛，你掛冚，特別唔使太硬。哦，所以成日咱做迄個落地嘅迄個做落地嘅時 starter 那款啊，做一步。對，因為伊會 release gas 嘅嘛，所以你唔使冚太硬。你就係可以 release gas 了，你看幾日嗬，伊 start 出配啊，แล้ว到時你味咯，แล้ว你使 taste 咯，你感覺你自己味所 OK 咯，你就會使燒成度啊咯。哦，燒成度就 slow down fermentation 啊。但係就是咖喱嘅淡薄仔啦，用淡薄仔煮嘅咖喱。冇咖喱淡薄仔咧，是你煮咖喱了，你係一個淡薄仔落去，點咖喱淡薄仔。每是水啊，淡薄仔係做咖喱。伊是水啊一啲。因為淡薄仔你唔使一番食嘅就，你淡薄仔一番食冇好食嘅，因為係水嘅，所以你第一夾嚟煮嘅，你第一夾嚟煮煮咖喱淡薄仔，冇你第一夾嚟參緊啲三拜，跟三拜淡薄仔。你 sauce 嘅淡薄仔嘅 sauce 參過三拜咧啦。成日有陣時攏食啊啲有冧啊，啥物點有呢？就是伊淡薄仔嘅嚟參三拜啊，換椒下面嘅好。冇，你會三拜，你會使 as in 一個 option，OK， 淡薄仔一個你會使夾嚟煮咖喱，但是你咪夾嚟煮咖喱，你唔會使參緊啲三拜，就變三拜淡薄仔。但係特別平常時，攞看到人行迄個 food store 嘅時啊，你買伊時候你換物件淡薄仔，或者你是標嘅淡薄仔嚟啦。冇標淡薄仔，但是以後你換咧，價值是參三拜啦。但係三拜咪是冇煮嘅。不過淡薄仔講真是淡薄仔是冇煮嘅。unless 你夾嚟煮咖喱咯，咪是落去參咖喱煮咯。所以你煮個咖喱是伊咖喱係水底呢？伊咖喱伊有水味，有水味嘅，水甜啊。你後講嘅總之是好食咯，香啊！我在微呢，微上過來。後生時有煮啦，咖喱淡薄仔。哦，我唔捌食過，我淡薄仔我唔捌 try 過。我唔捌食過。我真係嚟新加坡，我煮好你食。哇！我這邊聽過呢，我對馬來西亞我都唔捌聽過淡薄仔。我們是就真嘅學掉嘅。我係成都 anytime 有淡薄仔。Oh my god！你成個kimchi咧，你係kimchi。是啊，係kimchi。你有安怎買條榴蓮香紙？因為榴蓮當時我睇下俾嚟做啦，咧係燒正久嘅嘛。哦。因為伊是fermented嘅嘛。哦，這是成個kimchi嘅味啊，淡薄仔kimchi嘅味哦。是啦，水啊，水香。所以伊是有迄個叫咩？人食kimchi是好是伊個咩？迄個巴多啊，啲 bacteria。probiotic 啊。probiotic 嚇。actually 我冇去研究有這 probiotic 冇啦，因為我食嘛，所以我特登研究呢。所以你是等於就是酸鹹淡薄可能會味素，你是㗎？伊冇鹹咩？水甜。哦，水甜，但係我只是㗎咯，可能。因為榴蓮係甜嘛。唔是講係飲咩？嚇！你講係飲喎？是啦，你係飲係 ferment，特別伊 ferment。係淡薄嘅，你係前隻少飲嘅，冇係隻，แล้ว因為鹽是夾嚟學伊 ferment 嘅時間，整伊啲嘢 ferment，伊唔是 seasoning 嚟，所以你配三拜嘅時候，你是成個人嘅三拜不拉真，然後你攪淡薄嘢落去，然後呢？對。所以個鹹甜水嘅呢？個鹹個水啲。咦，我嗱三拜是個日本嘅，我嗱三。我感覺是真好食。我嚟做冇食啦，那本地物件。你自家隻牛隻隻都自家。哦，可能我驚講我記你。對，來冇安怎？伊特別上個上地不辣真嘅，taste。
你食真正肉特別。我特別是。Actually，真正肉我是個只特別，真正肉嘅味素係哦無酸，我有連物件 fermented 物件，我呢暑假食，成個我食係咧，你知有個人食暑假食係咧，一種嘅豬鼻包到啲燒嘅有嘢啊，你係豬鼻嘅，可能搭帶，哈，係咧，我只 OK 啦，我一隻啦，我就食，你看你 flavor，意思是成個係咧。八帶，頭先講咩？搭擺嘅 flavor 搭擺，搭擺咯，冇想，應該搭擺是甜嘅，搭擺是甜嘅。哦，搭擺是甜了，這是酸啦，這是酸甜。OK 啊，這是酸甜，搭擺是甜。嗱 ，OK， 東坡肉罐頭上面，I don't think 冇啦，I think 冇。特別講，就講tempoyak啊，tempoyak啊 Malaysia 嚇，記得咯，我10個月、9個月杯，等，就我真係唔再講啫，再講。Travel along the highway, north south highway, Lucky 嚇，嗰邊有一單Lucky 除啦，gulai tempoyak ikan patin，第好食了就是嗰邊。tapi正式講就是北行嘅 along the west coast 嗰邊一單地好食了。OK。阿張你對來時你講你 transit 新加坡吧，你來外。老細去背叫。business 啦撞㗎啦。崩潰。ban 話，OK。自己煮嘅嘛，自己煮，你是煮下面，煮糊啊，是煮下面。我家姐是煮糊咯，家姐是煮嘛。所以我 just 啲糊。我拉沙伊嘅味素啷 describe 伊味素，我是拉沙食甲糊是正啱咯，因為有酸甜嘛，我糊嘅。那是講我用嚟 frozen 嘅 durian 會做，because 我 freezer 有 durian 有你。一包嘅，我而嚟做。Frozen 嘅。我唔知喎 ，Frozen 嘅我冇用過喎。咁樣你講嚟嘛？而嚟做 ice cream 好啦，而嚟食嘢啦，係做吹。gulai tempoyak 嗬，你食誒了嘛？我就食榴蓮啊。但係 sorry 我妹姐嗬，伊是有係散嘅嘛，啲哦，伊 gulai。冇散蛋咧，所以 gulai tempoyak 誒了嘛，都是 tempoyak 嚟嘅。tempoyak 而嚟嘅，所以冇係散蛋，伊白白，會白，伊白是老是 tempoyak 嚟。就是榴蓮嚟嘅，對 tempoyak 嚟，個榴蓮炒好食。伊是唔是成個係咪你masak lemak 嘅嗬？masak lemak 係呢 style 啊？伊嘅 colour 是會成個 masak lemak 嘅，但係伊唔是 masak lemak，因為伊嘅 lemak，伊唔是散蛋嚟，伊就是榴蓮嚟嘅。哦，原來是咁樣看，我個上個講是有煮了嘛。唔是。你哋都介紹時都介紹講，這是係散蛋哦，講唔對。冇，我今日講tempoyak啊，佢哋本是到 buffet 嘅位啊，伊人佢哋揾哪正那是啊，伊人食咯。because 嗰邊咧冇嗰種。佢話上是放 Kelantan 嚟啊，唔是 Kelantan 咩？巴哈，唔是 Kelantan 嚟。冇巴哈，แล้ว煮雞also唔是干那煮糊，你係使煮雞also。本時嘅款啦，而家是 basically 就是，伊 basically 就是一個 curry base 嚟嘛。來放下面 protein 都本時會使嘅。即係沙沙馬沙都俾妹妹。我哋講，我哋 YouTube 看嘅小英，有你是黃色，有你是較紅色 ，I think maybe 係較濟係較少啦，係哦。伊 curry base 冇少。OK， 講真嚇，誒你黃色是罐熱嚟嘅。OK。就我煮誒咖喱嘅兩把是用罐熱嘅，所以你會食是罐熱嚟嘅。因為榴蓮會冇講全隻會嘅嘛。白底露露嘅，係你就是榴蓮嘅tempoyak嘅。對，入邊會是罐熱嚟嘅。我問你嚇，你煮tempoyak嘅時候，你是煮好嘅了，那個嚟下tempoyak去攪嘅呢，還是就俾攪tempoyak嚟煮麵嘅？一定冇咯。煮麵，我有煮麵。咪只烹起咯，變咗呢。
That's why 你冇我成做咩還照亮了，咁擺一落去做哦，我話曬你胖都即係成個人就係你kimchi fried rice 咪是伊kimchi咪是嘅都炒過咧就胖嘅。你即係你 fermented 嘅 food 啊，成個人講你係啊雞啊，是你真正攞你翻嚟物件嚇，你炒過對面嘅是伊就係你嗰種胖是你。外國人味道成講私人嘅是味嘅，嗱，特別人味道是就胖嘅。John 啊 John，你人成日講啊，有成日講你 friend 啊，有去味道，你看見味咧，感覺到講怪怪。哇，唔敢會，阿咪我是就快我炒係一件，我是到啲後尾去炒，我唔知味道冇味道，我唔知啊。嚇，住波劍啲，未使講。未使講。我掉過啊！我 college 嗰陣時，我鋪辣針，我冇猜嘛，我鋪伊嘛，鋪嘢嗬，人 report 我啫噃，馬打嚟咋，講我拍屎尿咋，啊！你講你睇尿，拍尿，拍屎尿 ，cook some cat。and then 有人講唔對，所以我講我又去看 ，and then 你馬打都掉啦，譬如講後面見啦，我講不啦，真啊 ，shrimp paste，there's no cat here，okay？ No cats will harm in the enjoyment of belacan。馬打來哦，食啦。喲，你 racist 嚟啦，I mean 冇 knowledge 嚟啦。就係講，看到鄧人就是食尿嘅啦，你看。講啊，撲我講，我應該太粗嘛，我係白蚊隻死呢，嗰陣時。Actually，布布拉真本是淡薄冇阿計。特別你就係老實講啦，是講啦，白蚊見知。我家家落啲嚟，使啦，我補啦，咁不臭。哦，你是講你是為咗買到啲點嘅補，已經逼出來。對，再不怎麼比掉，哎。對，哎呦，少了一大份肯定了。加工來講加工。frozen durian 做tempoyak ya。你放 room temperature 先。你夾出來可以過零了，了你過來做。Google 嘅 recipe，because 我聽到你。差別香港係係飲嘅，安尼可能物件我會做啦，一項路。我有一罐Nescafe bottle 250 gram 嘅，我有一罐啲生度。我等杯啊，呢罐嘅物件嚟做咯。係啲你將你問冚少眼。如果是 ferment，但我每個人冇好似係榴蓮做咁杯一個掉嘛啲。對，我不是安尼款想。榴蓮好似係。我冇是啦 ，I mean。Normally, of course, 我冇去買貓砂王嘅硬係嚟做啦，真正拍生嘛。但係你每次買嘅，你真正冇好食係咯。所以你本時買晒買，它冇好食係榴蓮咯。你買 OK，tempoyak grade 係係咪榴蓮？按照買。可能買個當地啊，成個金鳳榴蓮啊，還是本有陣時我有買D24本啦。哦，D24。但係我是冇可能買啊，硬係貓砂王嘅咯。你係到成都嘅，伊係你成都嘅味嘅。對，伊ferment咧，伊跟淡薄一咧，伊無榴蓮誒種嘅當地啦。kimchi 味哦，炒配嘅味哦。冇，伊唔是講配一些 gas 嘅味咧嘛？伊嘅味是冇到加水。kimchi 味哦，冇啦，kimchi 味是 because it's cabbage 所以定。冇kimchi 嘅比較淡，我感覺啦。OK。kimchi 是 because 伊是啲 ferment 係落白曬啦。對。配料係是對。誒，大陸 kimchi 有係菜咩？有係錯，有係錯。冇係錯啦，伊 fermentation 最衰呢。特別伊 fermentation 最衰咋，冇係錯咋。對。伊時間係你含椒。胡蘿係胡蘿含椒粉鹽咯，伊咁 release 係咪嘅？要係。你成個煎炸肉誒，韓國煎炸肉，煎炸肉。我冇咩打鹹kimchi咯，就是你 probiotic 咯。水咯，冇 kimchi， if 你買水咧，你買 ferment， 你估佢食啦。你以嚟食，你問除你H 係 kimchi。H kimchi 嘅差別㗎。kimchi 好食，你自己做養 kimchi，你自己做咯。特別麻煩啦，喲！我上到一做 kimchi，我直頭咁買隻。
對，我本身我是買。我靠！見到人買嘅這邊。我人這邊用買啦，我是 rasa，但係檳城應該不有我檳城叫有幾好，檳城個有一韓國人來帶。檳城係咪西半部半攤買？樂士嘛，你嘅樂士買西，你啊，對。他咪嘅樂士買西，嘅樂士會使啊，一步嘅啊，你行去樓頂嘅時，嘅樓頂嘅山頂嘅時，你會記哦。嘅西，我同你講，我若是要用嘅西下人下，我假如喂，這是平常時候，你要整蠱人啊。你係那奇怪呢 ？maybe 就出嘅都說咧，冇咧 believable。你要可能小隻蚊抓係抌，你係時打到啲嘢曬，但係成個都撥掉下，或者抌波嘅曬，特別個炸掉，一隻蚊抓個炸掉咧，特別就冇得一隻響啊！我你講，你 try 下，攞住照嘅老師，冇，我就乜看過 somebody 做咧，我講誒，這種嘢好嘅 technique， 我冇看到抌波喎，所以你都俾佢 investigate 你知哦。你去看了，看到隻蚊抓咧，你擺冇可能擺水嘅西係到底 chocolate 擺啊 ，peanut 到底整隻 Costco 賣一個peanut butter 嘅派嚇，真正大粒，所以我自己講這個，我俾隻大粒自己講這個啦，因為洗出來嗬，惡食嘅喎，伊唔是惡食，伊成個伊當我隻 dark grey color 都知哦，唔是成個講。dark brown 係真我講阿三六三以為你咪嘅接觸啊，好。伊直會嘅接觸啊，直係單一件唔就會講咪嘅啦，要全部出來。你告訴你我睇咩 camera 我咩換去伊嘅 angle，in case 冇出來嘅時個看掉。啊！你話就赤見我講，我唔係講人赤哦，嚇，OK 講咩？講到對榴蓮，嚇對，講有食過榴蓮籽哦。誒，我媽講把嘢嚟 boil 過，伊成日做浸不大誒，你 method 你係飲水去滾後，殺一殺。對，飲水去滾，殺個一食啦，一隻。嚇，伊是唔是上家人食浸不大誒？籽然後乜呢？混呢？對。但係我感覺全部都係指較好食啦，但係伊 similar 咯，伊嘅味道本是 similar。我媽講特別是生混較好食，但是有水就袂好食。你食個 chestnut 嘅呢？啫。嚇 ，yes 對。哦，誒，榴蓮嘅皮咧，嘅嚟食。榴蓮嘅皮嚇，中國人食，有中國人食。伊人叫嚟煮嘅，叫嚟唔知沙啫，咪鬼。叫嚟地水啉啦，按照actually 榴蓮皮，古早嘅人是用榴蓮嘅皮嚟做一啲雞蛋嘅嘛。做咩？做咩雞蛋啊？按照做乜？雞蛋啊！哦，雞蛋，對，我知伊個阿布，伊個嚟燒啊阿布做 alkaline，對，我媽媽甲我講過。對，伊夾伊榴蓮殼來燒了，伊就伊就燒啊，嘛是變做糊咯。你阿布夾嚟過來，阿布夾嚟，在浸水上面伊變 alkaline 咧。Because 阿布是 alkaline ash 嘛。OK，建水啦，建水。哈，對，建水。對。特別係咩？呢我不看中國人也嚟煮。煮係咩行？再講係煮咗。伊是參咩刺呢？可能是食一次去。冇。伊是嘅南面嘅白嚇，哦。白嚇。然後而嚟煮雞湯啊！伊而嚟叫我食，我唔敢食。哦，你冇 try 看可能變啫。我唔敢，我記你。特別你看到咩？你看到伊些咪是一對白呢？有刺咩？我看到伊煮嘅嘛。哦。แล้วอีสิอันเจ้าเลยก็ว่าอีอันเจ้ากว่าอีแปะ出來還是一下一個烤一次伊刺吉เอาไว้來也咧內邊呢所以กันนะแปะเนี่ย啦อีแช่ช่ออีบ่啦咩有 durian seeds 啊อีบิดด้วยนี่หุด榴蓮นี่ rest 掉喺旁沙南邊นี่แปะไว้啦แล้วอีสิอันเจ้า係 fibrous 係咩
我冇食嘛，唔知。哎呀，我不知 texture 是安怎喎？伊人食哦，伊人食suka食嘅哦喎。 ，really 啊？嚇，榴中國蓮唔人是中國是不，榴蓮是 native 嘅 Malaysia 嘅 fruit 還是中國冇有嘅？冇中國冇嘅，巴魯齋。哦，Southeast Asia because 越 Vietnam Thailand 冇有數嚇。because it be hot and humid，伊巴魯加會生，真正 hot and humid 加會生。哦，I see。Florida 唔知有嗬？中國齋啊，我啲海南島。有啊有啊。開始啦，哦。佢按家己種地好，佢按家己種地好，冇啊幾隻，Malaysia 係咯，免嘢人嘅，人嘅撈家己隻，佢按家己種樣嘅。哦。Malaysia 嘅榴蓮做咩呢貴？就是因為真正係demand from China，哦，家己所以 Malaysia export。榴蓮係貴。哦。because China 佢有當今佢人佢有累佢濟人，你知哦，所以伊人。甲了食濟物件，大隻魚啦，大隻蝦，甲了冇是 China 食甲了去。啊，大媽即個到不，即葡萄乾講嘛，伊講你嘅咧係隻啉水，你是講榴蓮你講話？哦，無人講食了野殼來地水啉了，你個冇呢大氣嘛？嚇對，人係飲，我係冇係飲水。係飲。你用嗰啲榴蓮殼白位，你嘅嚟洗出來，你食榴蓮啊，一頭冇味嘅。誒，我冇聽過，特別唔是做啲白喎，我聽我媽講是做啲外口嘅殼。唔是啦，係咪外口嘅殼似㗎了？冇，我講聽，我媽先呢，伊做時候，伊是嘅，伊醒嘅嗬，แล้ว你等我隨住電冇啫，伊榴蓮資料嗬，伊水啊，即是 OK，即是伊殼咯，即係南邊咯，正แล้ว你嘅水搶伊嗬，可以起撈過伊嘅，不，伊水撈潮，แล้ว可以冇味氣。哦，安尼看得到，just 滷伊那邊嘅。哦，你是嘅水伊白位。伊嘅 skin 是殼是會 create light water 啊。冇得對啦。我意思講會 create it會 get rid of this smell 誒。哦，袂怪。特別係啲國家南面上嚟做奶是攞餅嘛，所以一個較嚟，一個較嚟。我用啲黐餅嘅嘛，就擺時嘅，一日到伊榴蓮殼一。我頭一道聽用加係你白，我味會用咧，安尼可嚟做。但到時我用沙本洗，咁就幾十刀。你假如嗰一行，若是講你冇榴蓮殼，安怎 get rid of the bee 呢？嚇，唔知哦。Stainless steel。冇。食了，係你榴蓮嘅 bee。BG。嚇。榴蓮嘅 BG 啦，你夾佢脱，你超實，你水會上加沙本安尼夾佢脱。原來是伊喺啲茶，你成個茶色喺邊度啊？唔使，你 just 了 running water，你夾佢脱咯，呢個阿嬸垃圾你 try 啊，你 imagine 佢安怎做？阿嬸垃圾，你咩佢食榴蓮在食，你冇殼唔要緊。frozen 嘅無殼要緊，你夾啲。我特別會記啊，夾你榴蓮嚟做沙本。哦。誒，即是有影唔是好，唔是咧 wife tale，係咪 coming tale 啊 wife？係咪？唔是 wife tale，我講唔聽古仔係我 uncle 做緊agricultural ministry 嘅嘛，你知冇？แล้ว自己伊朋友來 from Australia 啦，即係 Australian man 啦，即係 researcher 來，แล้ว伊就來食榴蓮了啊，我人嘛計講咯，即係四超嘅嚇辦法。我哋你知做咩哦？好笑！伊要對 Australia 是冇嘢，幾粒榴蓮對你知哦？嚇！伊打包嘢卡甲伊皮子，伊做 research。會使咩？會使啊 ？Maybe 是 researcher 會使睇。Because is researcher，做 ministry 對 ministry 嘛。Oh yes，that's right。包唔是，伊唔是，伊帶好事啦，伊唔是安尼夾出嚟，唔是夾抓落包。伊下就伊 official 嘅啦，嚇。
อีกก็ไม่ยากด้วยที่做 research สิแล้วก็แล้วสิ人講อีก係你卡嘅嘢你比對我哋講你講嘅人一句入到嚟對啦，佢嘢你卡嘅你比maybe 個被抄筆咯40年前，maybe 個被抄筆咯，而家抄筆榴蓮就是佢哋預備嘛，所以而家卡嘅一支呢一部榴蓮你比如就，一卡嘛是你抄，人白嘅真好事。特別是是 especially 是一百嘅啦，是到啲榴蓮包出來嘛，所以一百 take 起啦，even 都有淡薄，一支有淡薄掉吧，本冇啥貴包呢吧。應該嘅係死咧，個嚟白嘅啦。應該嘅隻嘅，啊對。就是我人哋講咧講嘅人冇嘅佢佢哋都係實 enjoy 啊，個嚟嘅做 research 啦，就是講。對，乜咧有人去嘢。個爽呢啲，講人未曉嘅，就係我人需要幾粒邊啊嘛，對。其實對住 airport 嚟食。我白鷺啊，個垂釣啊，見至白鷺個面。啊，對，但我講啦，來講看怎嘅榴蓮拉麵。咧，我有 share 一 link 到 chat 嘅位咧，大家會使去看啫。哦，頭先 share 啦。是哦，但係我都看到，我看到你笑，你是榴蓮拉麵嚟嚇，哦。啊 ，PJ 會格斯，嗱，OK，係咩格斯？我看笑應。哦，伊係到啲伊拉麵係到啲榴蓮殼位嘅菜。啊，做伊榴蓮菜，可笑。頭晚我看到這個，我唔知是蝦米來，我冇問呢。我未咁。啊，我本身，maybe 好似你啦，咪 judge，don't judge。係咪搭葡萄架講過？講龍八隻係咪物件啊？是白物件是。榴蓮啊，係你冇生經嘅 cheesecake 咯。嗱，我帶阿 John 去食，唔知阿 John 有食到。有，我會記有。老實講，咱有一個阿爸，唔是阿爸，阿女阿。冇啦，鹹阿女嘅榴蓮嘛，咱叫嚇，咱叫佢 combination 鹹阿女尋榴蓮嘛。對。嚇，你會叫我咁樣貪心，咁樣叫啥地？好睇冇。我叫咩？名咩？我未記邊位名咩？係無敵烤。嚇，無敵烤。哦，無敵烤，一是500 gram 都就有。有一地方。特別，伊是真正貴，特別伊料只搞數啊，份量。一攞出嚟食。500 gram 啊，一地。嚇？特別講是對。真正大地，真dense。伊 dense 嚇對。cheesecake 跟 dense 嘅模式，個 rich。個麻個啲，未我只攞出。白嚟講本佢勁啊嘛，白嚟講冇上次勁啊，伊個即係無敵烤啊。對，一開幾哪里？哦，幾哪里啊？到底到嚟？聽講 Queens Bay 本有了嘛？哦 ，OK，sa bakery 呢看啊，特別咪是入邊，咱只呢一地幾類啊？我未記，但我係講只貴，但我未記幾類啊？40幾塊啊！哇！貴啊！40幾個。咁但係，你貴粒機，咁多個60塊嘛？還是 normal 嘅機？somebody 請嘛？我記是請嚇，唔是啊？I think 是係asam kuih sambal belacan 請嚇，咪 sambal belacan 係糕，阿莫丹係糕。冇個單嚟個嚇，sambal belacan 請啦嗬，你請我食 lunch，然後伊請我食係咧，對，即係無敵烤。誒，咱講到葡萄嘅 flavour， 葡萄榴蓮嘅 flavour， 咱冇啉過榴蓮咖啡哦。哇，你唔捌喎？嚇，我聽過，特別唔捌咯。我驚熱咯，我驚發起來啊，咖啡就啉一刀頭痛。哦呀，我別當啊，我知你packet 啦，packet 啦。我諗考喂，先，我乜個嘅？我知。等陣被 focus。榴蓮嘅個龜記啊，榴蓮嘅個個，榴蓮龜咯。可能又會佢哋，是啊，要 corned 啊嘛，劈過。劈過，唔知咧，即字上面劈劈安尼。點比賽啊？過啊，即是叫咩？
我食粒一粒嘅，你攞唔食過咩？攞嚟看一字，最低哦。唔是，伊是上加 almost like 雞多神咧，上加係咧，是 cheese 上加一 puff 啦，你就係 puff 就 cheese puff，特別是 durian puff。我看你講 expiration 條，即係我是食久，我只是買來做手紀念嘅 ，OK？ 所以我看，安尼物件有 expiration 嘅嚇。Chop durian。chop durian。誒，我冇看。Oh, guna sebelum. Ayo. It was 2016. 2016。我都冇知誒。喂，哎呀，喂，阿什laksa 佢夾估噶啦。你啊，record 是20年。98年啊，98年啊。98。佢食未死哦，講你係十八得係。PGHK 20年嘅，是你 anniversary 做我諗知。未使啊。Immortal 呀，食了。誒，怎麼講？你係巴得啦，十八隻雞啊，係嘛你啊？呀，我唔是驚死，我是驚嗰人驚你巴達要 mistreat 你巴達。安裝你咧人巴嗬，是練 bacteria 本死去啊，20年啦。成家你索當你胡蘿蔔索當嘅，成家你就係你笨蛋 oyster sauce 冇笨蛋。哦。I don't think is。你食個蠔油冇鵝呀？冇啦，蠔油鵝，但係呢邊是 Panda brand 嘛，你問下是有 Panda。我知道你 oyster sauce 冇 oyster 嘛？你有嘅先是冇，有嘅是嘅，有嘅是 mushroom 做嘅。呀。特別就係成個咱俾佢哋 fish sauce 啊，或是有索當嘅 brand。哦，I see，yes。大家知咩 brand 啊？然後你散嘅雜貨、鹹雜貨，你做 B 咧，同時嘅雜貨係用雜貨嘅 B 嚟做。是啦。OK， 我要講到啲榴蓮頭先我講我個集去講下你到即係葡萄牙講嘅，講嗰隻係咪榴蓮 flavour 嘅物件？我嗰隻 ice cream 榴蓮嘅。我覺得有時間你cream puff 啊，點解好似係？哦，cream puff，講咩個？我是咖喱 crepes 啊。crepe 啊，一個 crepes 啊，crepe 包一個榴蓮裏邊加你 creamy 啊。馬來西亞有呢個有效。馬來西亞呢個有。哦。伊sometimes會包 mango 裏邊，一 crepe 裏邊有上個 mousse cream 啊。durian mochi。哦。我哋食這個 in Australia，爸爸食過啲。我最常人點買到這個durian粿。哦。伊是係咩啊？伊是上加嚟。貓山王榴蓮餅。啊，伊上加嚟像人嘅邊個豆沙餅。伊 shape 上加嚟大粒嘅豆沙餅。伊裏邊是 durian 嘅黃色嘅，特別伊黃色是迄個 color 嘅黃色啦。哦，嚇！我看到伊特別伊嘅 texture 是成個豆沙餅本啊。對，冇上未歹食。冇 texture 上加白地sauce。冇一白地sauce是正嘅嘛，特別伊這個伊是。冇聲，我食過啊，這個。伊上加豆沙餅，伊 flake。用芒邊做本嘅，用芒邊做嘅。用芒邊做。哦，所以是綠豆，伊裏面是成個豆沙餅就對啦，是講有榴蓮嘅 flavour 就對裏面啦。OK， 我開起來。嚇 ，OK， 來食好我看。我食過是貓山王嘅粿餅。誒貓山，哦，誒你係到你辛苦還是你面頭整？啊無伊嘅嚇。你裏邊。哎呦，一個味，一啲掛湯，你看到阿十六三線掛頭一坑。安怎會講你啊？伊嘅 background 係話伊。我 background 係安尼看就會看到啦。แล้วอีตัวเปล่าไอ้ลายบินอี individual packing แล้วตอนกินตัวได้คุยลายบินของสิอันตัวว่าไปเจ็บกว่าจีต้าแล้วเบี้ยพันเจ็บแต่ว่าคิดเบี้ยกว่า我唔捌看過，maybe 不到看到我係買，要一個 tray 底料你看條。要一個 tray แล้ว看伊是安尼。所以成個 layer 包掉一條。對，yeah。OK， 來食看，甲我講 food report review 啫，你做 review 我食看。是咩？
啊，一嚟呢個牛啊，哦，香哦，香榴蓮味。鬼邊啊牛啊，看阿毛包青咯，係定？阿毛包冇啲醋嘛？哦，未怪他食榴蓮，放聲。要啲時我唔敢食榴蓮。哈，我嘛是我翁仔冇啲，我琴日煮垃圾啊，同你講。我頭啲厝內面煮嘅，我用我 instant pot 煮，後尾我冇用嗰啲 pressure cooker 嘅 method 啦，我是用嚟滾。哇，好食。OK。啊，Will 娃娃咧，你是個叫咩 flavor？是咩？是個叫咩 flavor？月餅啊，月餅。哦，比月餅吼，咱聽較 traditional 嘅是嘅，迄個榴蓮，安尼款啊，伊有迄個榴蓮嘅味嘛。特別我食過嘅吼，伊是倒內面嗰種。哦，嘅月餅嚇，咧伊是冇生筋嘅。啊。伊唔是 flavor 呢，伊是炒咩白的？冰皮嘅啦，所以你食落去，成零零了內邊成啊 ice cream 安尼款。哦哇 ，rich 特別伊是迄個白嚟，安尼款嘅咯。迄個是我頭一道實食 ，because I review 冇啦。特別我本是食一塊爾，我冇食這。這個呢，榴蓮嘅 flavor 物件係咪？我蝦米都冇熟㗎，因為對我嚟講嗬，我食榴蓮嗬，唔單食 flavour，所以你叫我食大利榴蓮 flavour 嘅物件嗬，因為榴蓮嘅 flavour 就已經dilute咗，所以食過你冇啲烤嘅哦，冇啲烤嘅 cheesecake。哦，因為我有食過，因為過 intense 嘛，係特別 still 參係有 cheesecake 嘅 flavour 嘛，對，嚇已經參落去啊嘛。我試過食伊個無啲烤嘅榴蓮，伊味素只 rich 好咧，配咁樣類，伊鹹淡薄，伊成較，伊只 complement 伊食得只好咋，咁樣類。我嗰邊食榴蓮，然後伊個隻唔知咩 chocolate 什麼好你叫維維話聽住啷個食是唔知 chocolate something 什麼啦，我記。然後我要食三項嘛，所以我講我叫三地，然後伊講阿無你食係咧。伊就我同佢講嚇，Are you sure 啊？實地啊！伊講阿無你食，即係頂面是鹹鴨女嘅，特別伊個伊 cheesecake 嘅 base 是，所以我叫佢哋 combination 好食我是個。是我們食不了大包堆，個種嘅 flavor 薄鹹甜，你是個食榴蓮 flavor 係蝦米物件？我冇咪熟個食。榴蓮 product 誒，食個榴蓮粿係咪？我較熟個食青榴蓮 ，fresh 是食榴蓮 ice cream 啊，嚟激成嘅啊嚇！我食個食榴蓮 ice cream 啊，我食個喎。嚇是啦，冇榴蓮。McDonald 嘅 Sunday D24 喲。嚇有啊 ，McDonald 會。哇 ！D24，伊白淡薄入面啊。伊做啥 Strawberry Sunday 我。你食到像哦，I see，所款。對。哦，哇！怪凍。哇，你是 special 嘅有時有呢，以前 limited time 有站啊，我呢。哦，我未รู้是唔是有 collect？有，你小有個隻。叮當啦，你車你 collect 你車，哦，別怪啦，McDonald's 細個了。呢是 VIP 嚟，McDonald's VIP collector 啊。So 依個他只攞住玩只佢 D24， 無人啊！你看，唔白 chat 嘅啦，I mean 到底超，還是 I mean 沒記超？唔白。哇！所以你一人呢？點解只佢？伊是 special 榴蓮檔嘅時間有嚇？佢 I think 成日捌出過啦到。Yeah， so recently 有成講舊年有。舊年先是無啊，哦 ，maybe 日本特別我拉沙好食咯，好食。我拉沙伊 soft serve 參加榴蓮，呢個嘛，所以伊 soft serve 是冇榴蓮味，是參加榴蓮做榴蓮味，還是伊 soft serve 入面有榴蓮嘅 flavor？ 伊是喏 ，OK， 所以伊是 D24 嘅 Sunday 啦，soft serve 嘅 Sunday。幫佢唔知你講。sorry， 我驚啲情緒。哦，你唔使講咩？我背每個別使講，同我都講未啊？別使講。
啊，我就講啊，你我是個食啲 crabs。哦哈，對，講過。我吃阿崩balik durian 呢，durian 然之後得嘞，我自己做。哎呦，你What happened? 我一個 friend actually 一個是我嘅 friend 嚟。伊講because 伊講要食阿崩balik，伊講唔知啊，有人下 durian 喎，我講唔人 try 下。哦。suka。So after that 是我點做 durian 了咯。哦。誒，我會記阿三做嘅一個項物件，我真係覺得就是迄個 heavy 嘅 cookie biscuit。Yes。我嘅想知，就聽咱講到這邊先啊，咱講啊1:40幾分鐘啊，咱下禮拜咧，咱個來到對來聽無相嘅話題講啊，下禮拜我是要講栽花精彩是栽花，我未記我講咩啊，了下禮拜嘅收聽，咱來去收聽這個裝嗰個保險店，會講伊精彩故事可能聽別後再講啦，成日我可能每再講嘅，我再談嘅咁樣死嘅了。OK， 感謝。嗰個到啲 YouTube 邊嘅訂我哋看頂一禮拜 episode， 啷幾擺，但人冇講還我，叫我講 like and share， 即係佢訂咧一粒鐘，啊冇即係 subscribe 伊看我就小英嘅訂了加訂看訂聽訂一粒鐘咧，就同啲女現條錄音嘅時候，咪 add 咗一個 remind 我哈 ，OK，bye。